新世界發展匠心築就 Perfilia Collection 巔峰之作，典藏級臨河地標柏傲莊3響最前夕河景，於此飽覽城門河優越全景視野。柏傲莊3定義屬於你嘅傳奇，傲具香港核心地段，立於樞紐交匯之巔，雙城生活無縫展開。一線直抵港島 CBD， 一線連接高鐵香港西九龍站，一站直達九龍塘，3站直達紅磡，5站直達金鐘，雙線4隧頃刻貫穿全港。由呢度出發，每日都可以感受頂級生活格調。一站式購物娛樂，從日常休閒到主題盛事，融匯全方位生活日趣。以此為心，暢達4大核心商業區：東啟未來、約見新章、西城藝文、順抵高鐵、南接金融、北拓新都，頂尖學府環繞，成就卓越未來。隨時起步，方圓之內皆可舒展身心，順水自然縈繞日常之間，人文氣息近在咫尺，為生活沉澱一份深厚底蘊。從耕耘中細微收穫嘅滿足，從園圃到餐桌，享受對新鮮嘅極致禮讚。約28萬平方尺超級園林會所，喺繁華深處私藏一片屬於自己嘅後花園。3期全新會所 Sky House，重新定義社交嘅高度，獨有設計，令家長喺放鬆舒展嘅同時，與小朋友嘅嬉戲時刻視線相連。動靜之間，每個人都可以揾到自己嘅樂趣所在。國際頂尖設計團隊共築傳世之莊，締造層次豐盈嘅非凡生活空間。歸家嘅每一步都係一場尊上禮遇。專屬電梯直抵府邸，昇華版住宅大堂氣度自成，每一處設計皆為極致體驗而生，將最前夕河景立為窗前壯闊畫卷，匠心蘊於細節，實用與優雅兼備。新世界智慧生活美學，為每個生活瞬間賦予鬆容本質。光影流轉之間，屋企就係最自在嘅歸屬。步履所至，皆為生活嘅風景。雲水在望，心隨景遠。壓軸巨獻，臨河地標，柏傲莊3，成就傳奇。